歡迎嚟到港馬研究室，我係阿 Sam，準備開始1月28號跑馬地9場賽事預測。係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頻道。照例先講一講頻道聲明先。第一場第5班1000米，首選4號亮寶，本場最完美嘅物理組合。跑馬地1000米 C 賽道，歷史數據顯示4檔擁有全場最高嘅25%勝率，甚至高於1檔。加上潘頓喺5班賽嘅統治級數據，此區喺檔位加騎師嘅雙重加持下，模擬勝率高達 27.7%。次選2號辣德金，擁有全場最強嘅同程歷史，低速 0.5 6.79， 喺5班1000米短途戰速度就係一切。3選7號燃心星，預測勝率 10.6%。4選1號鼓浪高升，市場往往盲目追捧一檔，預期會被打至大熱約3到4倍，但模型計算其真實勝率僅 9.3%， 風險回報比極差，不值得作獨贏投資。第2場第5班1650米，首選4號同德威，模型給予其最高評分，主因係騎師加檔位嘅穩定性遠高於對手，即使馬匹實力非頂尖，喺混亂嘅5班長途賽，穩定嘅走位就係勝利嘅保證。預測勝率 16.6%。次選3號全程路通，市場目光多半會集中喺潘頓或者外檔後上馬，容易忽視呢一匹貼欄賺盡形勢嘅馬，其最佳遞速 1D3 9.69， 與熱門馬相若，但賠率預計更佳8到10倍，符合模型嘅 value 定義。3選9號華美之威，模型顯示其勝率雖有 11.2%， 但變數極大，屬高風險選項。4選12號武林至尊，雖然排10檔且預測勝率僅 5%， 但喺5班長途賽呢類後上型馬匹，若遇步速偏快，仍有後上殺入一席位置嘅機會，但唔建議作獨贏投資。第3場第4班1200米，首選7號長勝力駒，上仗贏馬姿態輕鬆，底速1分09秒，喺4班極具競爭力，模型給予其 38% 嘅極高模擬勝率，顯示其喺當前組別中實力超群，係本場最穩健嘅馬膽。次選6號貴麗人生，騎師麥文堅，名氣較細，往往能換嚟較佳分頭，預計10到15倍。模型計算其勝率達 11%， 係一匹極佳嘅位置 Q 投資對象。3選5號捷合柏，布文必須依靠其殿堂級騎功喺早段尋找遮擋，若留得太後，直路可能追之不及，屬於適合配腳獨贏不直博。4選4號智勝攻略，除非巴道能夠展現神級流放，否則全程走外跌蝕位無數。第4場第4班1000米，首選3號超強60，黃志宏減磅後負磅極輕，起步後只需順勢貼欄，無需消耗體力切入，便能守喺領放馬之後嘅黃金包廂位。模擬顯示其勝率高達 23.8%， 係本場最值得信賴嘅馬膽。次選6號凝聚美麗，排7檔稍為尷尬，可能會被市場嫌棄而有較佳分頭，預計7到9倍，但以其絕對速度，只要起步稍快便能切入2搭跟前，憑速度壓倒對手。穩健3選5號品德寶寶，預計會同3號馬拍住上，直路一決高下。若3號受阻，此區將係最大受益者。4選11號枕頭之星，雖然有巴道之助且負磅輕，但8檔喺 C 賽道 1000M 相當棘手，若內側馬群起步順利，佢極可能被逼走3搭。第5場第4班1650米，首選11號長勝將軍，起步後守喺第3到4位貼欄，入直路嘅時候等待前領馬力弱，一氣呵成透出， 31.8% 嘅高勝率反映咗其形勢之完美。次選12號易跑得，排4檔，同樣係 C 賽道嘅黃金位。艾少禮手風極順，若市場將資金過度集中喺潘頓或者布文身上，此區將提供極佳嘅超額回報。穩健3選5號街燈，實力與首兩名相若，但爆發力稍遜於12號。根據時間數據，適合作為2重彩或單 T 嘅穩膽。危險4選1號街福區，模型強制扣減咗其勝率，因為從11檔切入需要消耗極大體力，
或被迫全程走外碟。市場若賠率低於8倍，即屬不值博。第6場第4班1200米，首選5號福星小子，雖然上仗表現平平，但回師谷草1200米且排內檔，形勢截然不同。模型預測其能輕易守喺第3到4位，直路憑藉強橫後勁突圍。次選10號雷神太保，布文壓陣，加上排3檔，呢匹馬完全具備爭勝條件。穩健3選8號有紅利，排4檔咁啱好能讓其順利切入領放或者跟手二碟前列，只要步速不被過度扯快，入直路嘅時候佢必在前列爭持，適合做位置或者3重彩嘅穩膽。危險4選2號東來欣賞，雖然擁有全場最快嘅1分09秒31遞速，但排9檔喺 C 賽道係極大隱憂。第7場第3班1200米，首選8號仍然威風，模型預測其起步之後能輕鬆守喺第2到3位，直路無需繞出外碟沿欄而上即可奠定勝局，勝率 24.9%， 顯示其極具投資價值。穩健次選3號有愛心得，1分09秒31遞速，比首選更快。若騎師發揮正常，絕對係連贏 Q 嘅另一支柱。模型建議將其視為雙膽之一。3選6號精彩進賬，此區喺4班曾展示強橫後勁，升班負輕磅更有利。若前速馬互燒，佢將係最大嘅受益者。合理賠率 7.1 倍，若有8倍以上即屬超值。危險4選5號幸運星球，要運用此速度切入內欄，必須喺首200米消耗大量體力，呢個將導致直路潰敗。若留後則極難追趕內檔嘅前領馬。第8場第3班1800米，首選1號銀進，方家柏加布文加5檔嘅無懈可擊組合，喺1800米長途賽騎師嘅流放決定一切。穩健次選2號我做到，一檔喺 C 賽道長途賽雖然唔係絕對統治性，但對於節省體力至關重要。艾少禮擅長跑長途，可全程貼欄慳位。3選3號智勇名區排6檔，與首選1號相若，但預計賠率會因名氣較少而更佳8到10倍。若賽事步速偏慢，佢有能力喺直路與1號單打獨鬥。4選6號發財先鋒，模型標記其為高風險高回報馬匹，獨贏不宜重注，只宜作配腳。第9場第3班1200米，首選8號魅力寶區排3檔，讓佢可以喺起步後輕鬆守喺第3到4位，直路憑藉超強後勁吞噬對手。模型預測其勝率達 22.1%， 係尾場最具冠軍相嘅馬匹。穩健次選2號朝朝醒，預計會利用一檔優勢沿欄領放或跟手貼欄第2位，只要直路不被困死，三甲極穩，適合做 Q 膽。3選6號勁進非凡，排5檔進可攻退可守，市場焦點可能集中喺10號潘頓坐騎上，此區若有8到10倍分頭，絕對值得一搏。4選10號粵港支區，市場往往因潘頓之名將其捧成大熱，但模型基於物理時間數據，僅比預期 6.8% 勝率，呢個係典型嘅低值博，建議避開獨贏，甚至喺配腳中剔除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，記得訂閱頻道。如果大家贏馬，可以請我飲咖啡，多謝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